好，好吃哦。请坐下。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好，要讲午安跟茶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知影上了进步，感觉心情真好。感觉较深无？代表真正就是切入咱讲书的题目。讲书的题目叫做心啊经，心经，咱顺利的心真使能入道。其实讲书咧讲的题目咱会感觉讲是啥物足深入的足深的经典的解说，但是伊讲的是日常当中咱总是简单会当理解的代志。所以其实道理到位，各位先生，咱感觉道理到位？道理心内，这先生讲了真好。道理心内，道理倒？伫心内你就会倒出来，有伫心内就会倒出来。就会行出来好，讲了有够好。行出来你就会安怎改变？是毋是会做？有行动，有行动了，人看出来你的人的命运就会安怎改变？所以为倒改变命运，咱就是为命运咧改变啊。所以倒的宝贵，倒的好，其实毋是讲书一个来啊听，来啊念，咱讲安怎倒较是好，倒好毋好？各位请先敢有相信？有吼，有相信咯，有相信。爱去安那？相信你头壳就好啊，是相信爱安那？爱做。过去有一个足虔诚的吼，就是足虔诚的基督教徒，伊拢定定去做礼拜，结果呢，伊有一天啊，对人去爬山，结果伊爬山的当中啊，伊拢无说伊去厝一倒，厝一倒落伫迄个山脚有一个杆仔，有一个树仔，甲伊收掉。伊就伫遐吼，迄个时阵因为厝落，迄个时阵伊运气，外出搁爬，因为是已经是暗时啊。伊有够寒，搁有够枵的，伊感觉伊就要死啊。伊搁严作暗的，伊就甲上帝倒过来，甲上帝祷告讲：上帝，你救我，我就是虔诚着，你一定爱救我。上帝互伊感动，伊讲你真正平常时啊足认真的，安尼啊，我甲你救，你手放开，莫搁换伊迄个手机，你放开。伊讲我放开就实死，各位请我放开就实死。伊讲你相信我，你甲手放开，你放开，你若想要我，你甲手放开，讲上帝，我感觉你咧甲我讲生气。各位请你当伫咧山脚，蒙蒙了无当看，搁有够枵，搁有够寒，你手敢会放开？你拢袂放开。咱一开始就讲啊，敢莫相信？毋过有一个声甲你讲放开，你是安那袂放开？为虾米你袂放开？放开就摔落来，对毋对？结果即个人叫你想的共款，咱拢来有着听着，你咱嘛感觉道理真好，但是遇到问题时阵呢，伊嘛是像安尼哦，伊就是足紧张的，足惊，伊就讲袂使，上帝，我知影你咧甲我讲生气，我感觉你讲是咧甲我开玩笑，所以就因到尾又冷又饿，在那个山上啊，会安怎失魂，结果从啊寒死，结果第二天啊，人咧救难队人无其实是拢会知影，找到第二个时阵啊，它离那个地面哦，咱甲想象哦，离地面哦，咱真正安尼啊，无甲200公尺，200公尺跳来敢会死？敢袂死？伊200公尺跳落来，遐就是一个平台的路，有一个平台，山坡下有一个平台，有一个路，就是咱有看迄山路会安尼蜿蜒的路，伊落来就是路，咱下山啊。各位浅显，修德，虽然咱听起来好像说是一个笑话，有没有？咱听起来伊足虔诚的啊，但是伊当着生命危险的时阵，伊无法度去相信上帝的声，因为咱拢惊讲，你若知伊是上帝啊，是啥魔鬼？但是各位浅显，咱心内是毋是拢会安尼想？我若知影你
有啊，但是是安那咱要甲放出，咱无爱去试看卖啊。咱是会惊死，但是你一直伫遐会死袂？袂死啊！对嘛吼，如果你前进，你感觉你进无路啊退，无步的时阵，你是不是爱安怎？你得爱相信哦，你相信是安那学到的出路，这是师傅甲咱讲的。咱要行学道这条路，你爱相信，相信爱去做无？相信你，你个头壳内面一直伫遐讲师傅来救我，师傅来救我，师傅讲跳落，我就爱你跳落来，我就唔得，安尼要哪救？所以道理搁较好，若无摕太硬，无下太做，道理即句就是你知影听的就好，但是知影的讲师嘛，甲咱讲啊就清楚啦，咱一定爱甲道理生活当中，咱人做意外。咱会感觉讲道理真好，我来遮听心情，气毛是真好，有无吼？心中平静，因为你礼拜有讲颠倒师傅灵动啊，咱知影有现场嘛吼，咱就请师傅啊，咱拢注定随时，咱拢有信心嘛。今日来到遮，拢一直不断要甲咱净化咱的心，净化咱的灵，啊，搁有净化咱的惊。其实惊是一种啥？无智慧啦，毋是教会先生你无智慧尔，好学嘛无智慧啊，好学嘛会惊啊，惊代表咱就是毋知嘛，未知嘛，啊毋知你是毋是你的恐慌，你毋知影你下一步会有啥物代志，所以惊是因为咱的智慧无到遐，咱毋知影，啊迄个知爱做真知，毋通做巧智，巧智是啥？啊，你这讲出要讲啥，我拢知影啊，啊若来较久的先生讲，哦我嘛知影等者你要创啥。为虾米用迄个做巧智？咱拢知影要创啥，但是拢知影要创啥，咱到日常生活当中，咱去家己进一步去甲了解，其实真正智慧是啥？咱的运动拢讲三项，咱爱不离运动，千万不离运动，千万不离生理性，千万不离行动。这是这国外有老师甲咱培训3000万，互咱的3000万倍。吼，啊，伊就是要确保，确实咱拢会当平安。确实咱拢会当边做啊修行，因为啥物是修行啊？吼，学跟大家也简单报告一下，修行这条路是啥？就是伫你的生活当中，你讲的话，有人讲你讲安尼毋对，你想的代志、做的代志，有人甲你纠正，你安尼毋对毋好，啊，你着安那？你的心会跳的。咱人拢是安尼啊，迄个我足大的有无？啊，要叫你我缩小，你会安怎？你会跳呢？你会无欢喜呢？啊，为什么会跳？现在无欢喜？啊，拄仔咱咧讲的吼，我们要时时刻刻搞清楚吼，咱是行还是对啊？所以若要起性病，家己叫做起毛吧，敢是捌听过？伊咧发性病是有这个吗？是啥？毛？还是咱拢无咧讲这句吧？一毛卖，有这句。哦，一毛卖啊，去阿毛，啊就安那，啊就拜去啊。但是安尼，台语是总有智慧的，各位先生。咱台湾话啊，台湾话敢是有这个，哦，啊，咱这人咧起毛卖，啊，那个起了一个毛起来之后，你的道就歹去啊。就坏掉，你就无法度真啊！啊，你爱真神哦，真正的神真神，真讲真啦，讲真，你爱真正爱用心啦，愿意甲你讲实话啦，你听袂到；愿意甲你讲真正甲你交代，互你变好的人，你无一定听得到。为虾米？因为咱的心。意思的事啊，咱自己先。过去的经验累积6万年，咱这身世有6万年，6万年，互你一直伫遐袂超生，互你伫遐无法度解脱。咱过去已经拢对释迦牟尼佛受用啊，所以咱袂使分讲佛教、基督教、道教，其实咱无安尼。咱过去拢是余韵，咱各位要了解。
你也看咱的透早安尼拜神父拢会讲鱼，啊鱼早春落来，咱春落来咱拢是过去春落来，咱拢对。你看人信仰话，你过去跟神棍，看人咱咧拜阿兰尊者，无拢咧拜尊者，拜父母，啊，搁有咱的话佛菩萨，敢捌听过？过去拢是对伫个边仔咧修行的，咱嘛是拢伫遐修行吼。咱拢伫迄几千人的内底，咱拢是坐像安尼条件。但是是安怎人修有时，咱搁坐伫遮。一种是生缘过来，就是我知影我要来家己普度众生，众生是啥？家己的心叫做普度众生。咱你也想甲讲普度众生这四字是对我，是对你这个心，咱这个心普度咱这个心，爱上爱普度的，因为甲拄仔你的故事甲过会记的，伊是安怎慢条条，相信是一个当下的感觉。真正当着咧做的当下，你敢做会到？当着代志敢做会到？迄就是叫做能量啊，智慧啊。你平时爱去累积啊，你若去研究经典，你若去接近运动，你有来学咧做，有来做指甲，伊会帮你消掉你身躯顶咱的这个业，这个业对咱相当啊，跟着我们太久了，尤其这个业哦，我们讲有善。有恶，这个善业甲恶业拢对咱对真条，咱真拢是啥？恶业较重，还善业较重？各位亲戚，恶业重还是善业重？恁家己讲，恁拢家己讲恶业重，代表你嘛有智慧，知影家己是恶业重吼，敢有要改？哎呦。嘛恁家己讲，毋讲嘛是恁家己是，恁家己紧的，这就是。虽然人讲的，个人做业，个人咱拢会晓讲，拢嘛是家己做家己讲。所以或许咱听遮，要甲大家统整一下，知影刚出讲的课，心经要安怎经？你爱真正愿意去接受，你爱真正愿意去做，你爱真正愿意去改变，无真是真的，大家嘛讲真诶，敢是？谢谢你真诶啊，对。真诶。真诶啊！嘛讲真诶，拍啥讲家己假，真摕伫遮，讲家己假。嘛摕假。但是你真正会当当，师傅甲咱讲，只要咱认咱这个，咱真正会当袂骗。真正啊，就是师傅甲保证咱会当袂骗咯。但是差别伫倒，你爱真正是修办的这条路。所以咱就来跟大家唱。